一般的波罗蜜多故，心的观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爱第二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亲。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正考三圣。若在中原三星地，大正赤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物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心在人天中华木，九莲正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序，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回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使得西来白杨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行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酸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宠，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皇来对号。同查得清，当官印子数。赦罪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不神棒。网络不顺了，被弹出来了，要重新连线了，有点不易啊，要珍惜啊。网络不顺了，断断续续。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法。保佑弥勒去成功。秒到归家去，转到三娘，转到三王敕令记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两遍得超生，持念三遍神会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
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口、一口、改口、口、四口、口、六口、七口、八口、九口、10口熟。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复非亲，灵宝齐鲁灵三地，拈花印证考山胜，落在中原山心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生收元挂圣号，等待至神兵，云雷震开雾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今在人天中华母，就连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人显化在湖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归家去，思念当来。执念佛，高深是的700字，香的盐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执念。3灾8难不来侵，要想成佛请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酸一满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天尊来救世，清典文部皆地神，8大金刚来护法，是为菩萨救众生。紧领36人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身罗7宝星，威震北为帅首，竖起朱二挂甲兵，搭救元儿女方法为四海龙王道，各驾祥云去横空，当天兵护红盖，保佑你可去成功。弘扬两道归家去，转到山阳弥勒尊，吾皇赐令记下身，收服南延归正中，来往造下真言咒。下当来大婴儿女常持，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1遍神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
网络不顺又被弹出来了，要再重新登录了。怎么会网络会这么不顺呢？WiFi 的呢？山地，拈花印证考山胜。落在中原山心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形成收元过胜后，在十字神边，天真收元正，在十字兵类正开，下人鬼不安宁。在人间中华母，九连圣教归上圣。天花人木水雨见，收元显化在东南北北两极，连中续文源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下，一般对头归家去。用心持念佛来救，躲经连去超生，使得七个白样子香儿也化成每日吃经法三餐不来经，成佛情，常持聪明智慧心，想说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又被弹出来了，真是的，网络怎么会这么不顺呢？弹出来就要再点进去，怎么会这么不顺呢？网络怎么会这么不顺？有时候最好要重新开机啊！但是已经快结束了，还要重新开机，得来不易啊！那真是。WiFi 怎么会这么不顺呢？北方征服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造起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网络不顺，威震北方为帅首，四处诸挂兵，阿殿连连相儿女，五方落地化为尘，四海遥望来就到。弘扬了道归家去，上阳弥勒尊，王敕令地下生，又被弹出来了，怎么会这么不顺呢？节内用了道归家去，转到天两弥勒尊，外圈的地下生，人类行路径，念起真言归佛念。
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个手，净九个手，一起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太保，阿弥阿弥陀佛，一扣、三扣、四扣、五扣、六扣、七扣、八扣、九扣、10扣手。弟子少求名，请各方请是香，愿将以上诵经回向于像你什么大德，那个荧幕都看不出来，没有显示荧幕。抱歉了，网络不顺了。已经都在做功德回向了，网络不顺，要回向某一个大德了，那荧幕看不出来，黑幕啊，看不出来是什么名字，所以没有办法念了，请原谅一下。正常的情形，念完了，回功德回向完了，要感恩目前人慈悲，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然后来要告别了，要道完了呢。各位点传师，各位领任，各位副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讲师，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大家互道晚安，然后再退出来。真的很不容易啊！今天好像被弹出来4次了，第5次现在没有再进去，因为已经做功德回向了。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实在不顺了，请原谅一下。那就转为这个网络电视台经营的一点点功德，回向给舍弟自己的弟弟赵天顺给予由仙佛慈悲帮助舍弟赵天顺往生弥勒外院净土。他没有立清口愿吃素，他没有吃素立清口愿。感恩上天慈悲。